世界万行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在咱北台湾，即马开始有一场敢若选举的罢免案。家人的罢免要冲2阶段，电动机车是领袂完。那么政策若合理，哪有人会来罢免会遮空壳？民主政治罢免敢是平常？今仔日。 咱透过罢免团体、甲议员、甲学者、专家，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山海公民拆娘行動志工李應，來，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國國民黨基隆市議員連文鼎，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民主進步黨基隆市議員張志豪，大家晚，大家好。 那么第四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的教授蔡英雄，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鬥陣來關心，要罷免基隆市長的山海公民拆娘行動，已經收到共約有29000份的連署書咯，離到30792份的法定目標，還佫差無2000份。列名批評謝國娘因為當案的商場列為被告。 應該就要有一個底，那麼拿贏就認為市府拍贏到台資公司的官司，就應該要感謝市長替市民，那麼把這個資產給保留掉，到底來看賣。強盜市長，國良丟臉。 批評基隆市長謝國良是強盜市長，因為東華商場接管案件，謝國良正做真一案被告，而且攻擊青年電動機車補助案件、甲非法招標案，攏列為他一案被告。民進黨自個舉行記者會，愛謝國良知所進退。我們希望謝國良市長真的是要自己知所進退，不要等到公民運動都已經上門來敲門了，再去做決定。 市府堅持捍衛市民財產，團隊一向依法行政，盼檢方公正調查，對這3案的清白深具信心，也盼案件結果確定前，外界勿以訛傳訛。那也回擊，因為東華商場的案件，基隆市府甲代誌公司的爭議案勝訴，應該感謝市長替市民保護資產。此事延燒了1個多月。 我想對他的評論是正負2極。現在司法終於還以公正公平的判決，非常感謝我們謝國良謝市長。針對基隆市長謝國良的罷免行動第2階段連署，離6月底3萬份的目標，只差不多2000份，就已進入第3階段。不過，數民進黨議員鄭文婷甲劉浩涵的服務處也加入加做連署站，引起拿贏質疑，並且按照罷免的公開化。正南沒有介入，身份角色跟其他店家身份角色是一模一樣的。他們提供的就是讓民眾可以多一個選擇，然後去遞連署書。影響議員強調，家己也是基隆公民，協助公民收件完全無問題。強調唔是正當行動，發起罷免的拆娘行動這邊也好人有政治上的合作，也強調到月底進前會繼續行動連署站達成連署的人數。記者綜合報道。咱看了這個新聞最新的發展，我必須要說明，在節目進行開始，咱唔是咧替罷免團體咧來做宣傳。 咱是透過看咱節目嘅人，咱觀眾朋友就知咱攏做理性嘅討論，或者個代誌會當更加明白，大家會當知影事理，而且就了解公共政策是安怎發落，安怎來落實。好，首先咱就來看罷免團體因為罷免嘅理由，講謝市長無願意正面來回應有關嘅賤賣基隆市產嘅這個議論。 無遵守行政程序，藐視法律，城市的規劃甲活動無親疏實力，政見謊言，選前後無共款，違背誠信承諾，忽視民意，利用權勢控制員工以及學生。這我愛請咱的志工李應你甲咱講，這理由你感覺你個人認為倒一個上嚴重？為這個罷免活動開始吼，因為我本人開始來參加這個
即个活动的时阵吼，互我上无法度接受的，就是东安广场破门即个事件。哈，因为照阮一般正常的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即个代志，就是阮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拢一定要遵守法律，吼，袂使讲因为你有家己的一个原因，还是安怎，还是讲你对即个有要求，你就来用强的即个手段吼来破门，来争取你家己想要爱的物件。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是无法度接受伊伫咧东安广场net事件即个破门事件。但是应该来讲，若是独一项，就要甲罢免，是毋是罪？甲即个比例原则佫无够，还是讲无咯？伊这进程钉钉塔塔，这是上后尾一支稻草啊尔，还是你安怎想的？要来参加即个罢免行动？因为照参加罢免活动之后吼，阮甲其他的迄志工来抬杠的时阵吼，因拢有去要求讲，每一个人关心的角度拢无共。像阮较早有了解的一个，就是摩天轮吼，摩天轮的厝，就是讲伊硬要伫咧国门广场遮来起一个摩天轮。譬如就是少年仔，可能伊伫咧当初选举的时阵，政见要求讲有个都会使来申请，但是大家发觉讲。到上尾的时阵，条件限制，限制上足济，无法度来申请，搁爱满足公益时数，还是讲其他的申请的条件来无法度来完成，即摆拢放宽啊，安尼好啊歹？其实阮是感觉讲放宽，如果讲伊即摆是因为罢免活动开始，伊就来放宽即个条件，安尼，阮当然大家会去想到讲，你是毋是因为要来？平息大家的愤怒值但是放宽吼，大家就想讲哇，这爱27亿咧，可能唔拿哦。对。家人市安尼敢挡会掉？因为照阮足侪民众互阮的资料吼，包括讲阮的志工来去有了解，就是家人规年度、全年度的总预算是差不多200几亿，但是如果讲一个电动机车的这个预算就已经。即马所报出来的这个钱，就已经超过20几亿，咱是感觉讲，伊这个比例受重啊，可能会去影响到市政府对于其他的福利，还是公共的建设会有压缩的这个问题。我要请教议员吼，连议员，这个吼27亿这个预算，到底恁在议会立场预算书来看，因为后种讲法拢无啦，毋是127亿啦，是吼分年厝啦吼。一年9亿啊，是安怎27亿一包？这是安怎来理解？好，我想这个电动机车自市长上任了后，是你选举进程伊有答应要互这少年的买电动机车。就任了后，伊嘛是安尼按每一年的预算来编，毋是讲做一届。拄仔有讲到讲，咱家人市一年200几亿，一边用27亿，毋是啦。这是四年就要几千亿的呢，占27亿。用这款的逻辑来算到转来，是每一年去分配，唔是讲一届用27亿都快用完。议员，咱停一下，你的意思是讲一年唔是27亿？是。有譬如讲，即马到年底为止，恁评估会当用到几亿去？就像这边佫有增加预算，有佫增加7亿。这个原因是要互。遮的里长，甚至有需要的邻长，有需要的邻长，毋是所有的邻长，有需要的邻长，你家己来区公所申请。我有这要甲送我当然嘛讲我有需要啊。这个你感觉咧？你嘛做过里长啊？我知，那是我的邻长的尤其你乱遐，坎坎坷坷，对，台机车足赞的呢。无毋对但是足侪邻长是伫咧公寓大厦内底。你一个邻长，我干那负责这栋尔，我哪会爱机车？因为机车互邻长，毋是讲完全拢互伊，毋是讲优惠拢免钱。你又要家己搭修理，你要家己修理，保险啊啥，这政府有替你出。但是你事后的这个机车所用的，嘛是你家己要负责啊。那邻长就是会考虑，这我到底有需要无需要？过来，我若邻长徛了这个。机车若是互阮囝骑，还是互阮这亲戚骑，你出代志，谁会负责？当然你要家己负责啊。有很多的门槛，并不是讲伫外口大家讲这上邻长上我那会好，足侪邻长嘛反映啊。我提这嘛真麻烦，所以我拄仔讲上里长。伊就功德做差不？嘛，
嘛唔是一定讲安尼是公职做差不多，有需要的会当去区公所申请。这是阮伫个议会也是市长咧甲遮个人长宣布。安尼一包咱一年，因为咱今年啦，咱这头一年超啊偌侪钱啊？伊目前新编这个预算新编7亿啦，逐年来增加。如果申请的人有较侪时，再个编预算啊，由议会来同意讲啊，你编安尼会使，哦，安尼阮才甲你通过，伊才会当实施啦。啊，所以在你的眼中看诶，这27亿啊，佫会当负担啦。一定27亿，这4年来，是毋是讲马上的一届就用死啊，毋是讲一届就要用1年就用死，是袂啦，无可能啦，无可能啦，阮都唔知嘛，你来这个议做。阮基隆市吼，毋是一个真大的城市啦。一年以早吼，像连议员因以早较早时有当时啊，一年180亿嘛有，吼190亿啊170亿嘛有，啊200亿差不多是一个平均的数字啦，吼好啊，这个200亿内底，都是因为咱基隆市，阮基隆市就是规模无大，所以伫个议会内底吼，阮若准一个1500万的预算啦，3000万的预算，就准500万的预算，阮嘛是爱真小心、真详细来去算。所以讲，你讲有像咱阮议会内底吼，只要是有超过我会记只是1000万还是3000万以上的，都爱特别搁另外做一本来去互阮看，因为这就是算是大笔的预算嘛。所以7亿的预算一年。即摆追加这7亿预算，当然嘛大，当然足大个呀。以规年来讲，当然是真大的规模。你做，我甲你请，小张也请议做来斗阵回答哦。恁即马恁已经预算书已经审查完了嘛？吼，内面上大笔的，除了这个电动机车7亿，啊，佫有其他的上亿的无？有啦，有，比如讲啥物？这就修理道路的啦，修理道路的工程的，就是一般做的，拢是本地市政府本地都爱做的，经常性的。嘿，就是无论市长姓林啊姓谢，市长啊姓陈，拢是爱做的这个工课。这个工课就是你无论偌济，路养护啦、造桥铺路啦这种，对啊，这福利啊，相拢伫内底。对啦，但只是讲，确实有影是等甲谢市长来做市长，这回才有这个。或者电动汽车预算，啊！但是我希望咱的观众朋友倒转来想一下，若准有一个人咧选举的人甲你讲，你都要投互我，你只要有投互我就送你这，就是这个道理就好。你若是投票互我就送你这，无论是这是啥。以早吼，黄姓界，阮党主席也讲送一包米粉粉嘛算是贿选。啊，就莫讲送你一台机车，啊，但是伊选举的时阵讲甲真水，讲甲真好听，讲我只要互我调吼，我送你GoGo咯，要讲毋是电动机车，迄当时伊讲我要送你GoGo咯，我搁爱送你5万台。咱27亿这个钱要是安怎算来？就是若是照你即马补助的这个钱来算，若是你要送5万台出去。一定都要超过这27亿的这个数字啊！即马已经申请几台啊？意外？即马有万几台，来申请啊，还未徛着啦。你敢有去申请？我无来申请。你无去申请吼？你是未愿意申请，还是讲？因为我本人是家己有油车，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家己已经无迄个需要，就无必要讲来申请这个物件。吼，但是已经行到这吼，其实我要请教蔡老师呢。行到这我已经头已经洗戆去啊！当初要送机车，是因为伊还佫做公益，还佫会当来环保来兼顾。啊，即马还佫有门槛啊，进前还佫无啥人申请，恁议会还佫较颠，吼，啊毋则放宽。所以这到底有违反着诚信的这个原则无？蔡老师，伊选举的时阵袂使讲迄个品牌啦，因为这一定要公开招标嘛。啊，你讲你要特定的品牌，啊，其他遐个电动机车的公司就讲，啊，你指定好啊。啊，叫完售咯。系啊，我要哪去处理？吼，啊，第二就是讲，你爱准则，吼，张议员有讲嘛，你毋是真有钱的管市，吼，
啊，150你拢爱准赞，无你的经商门吼，那安尼开落，你其他你就免用啊，吼。啊，搁有就是讲吼，你要照顾这个少年的，你袂使甲放宽到45岁啊。啊，而且吼，你袂使讲，旧换新嘛，吼，比如你有一台旧的油车来换新的，吼，因为你要环保嘛，即摆毋免啊，你毋免旧换新，好，这个拢无要紧哦。即摆以后伊若预算无了，其他就放讲安尼，就是讲只若钱分了，啊，遐无领着伊就怨叹啊，吼，现在听讲油车的头家。才会收迄个奥多摆，对啊，伊讲这工会讲咩？车行的头家开始讲抗议呢。嘿，伊讲意思就是讲，无毋对啦，你的环保的概念，啊，但是问题就是讲，这是一种的平衡啦，吼。啊，你若是讲，就即个你只照顾即帮的人，但是另外迄帮的人会感觉讲，你这个政策思考了吼，有较粗鲁一点嘛，吼。啊，你讲要一直改变，一直用，啊，结果你条件变来变去啊。吼，啊，民众会感觉讲，啊，我原本你就讲要互我，即摆你去讲无啊。咱先停一只变来变去，我互议员小回应一下。好，拄啊讲到即个选举进程有讲要过路，迄阵电动车干那有过路尔，啊，当然伊讲过路啊。无咯，有绝对是安尼。我想这个不可以乱讲话。为什么说要那时候电动车只有过路啊？山羊还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发出来哦，没完全开发出来，所以。谢市长就讲这样的事情，说我送大家这个 GoGo 那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代表啦，这个是我的认为。代名词啦，对，应该是这样。再讲到好，是的，你不要紧，啊，讲一直变动，条件一直放宽，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好，我想在一开始时候，一开始是小姑娘伊要上这个电动机车，或者的少年的。那当然，伊一定是一个新的市长，伊就任了后，伊想要做某一部分的代志，就好比讲前市长林佑昌，伊进前选举嘛是讲要甲老伙仔做加水器啊，你的加水器上牙，我会甲你补助啊。同样的，每一个领导者，伊要起来要做一项代志的时，伊拢有伊家己的想法好啊。谢国良伊就设定伫，我要这边要按这个少年的来做。那少年的来做时，伊就想讲啊好，因为家人伫这年的中间，每一天爱出家人市，通勤10万，通勤爱10万人。伊谢国良认为讲，我若是甲这个产业、甲这个职业合作一个，拢甲换来家人，是毋是这个少年人卖遐尼辛苦出声？其实我想伊的初心呐，吼，是有他的想法。然后用这样子的这个政策来帮助这些少年人，哦，这是一开始我想是安尼。啊，慢慢都一直行到讲，那会拢无人来请遮好的物件，哦啊，当然这内底有真重要的，就是一个环保的代志。因为环保，那谢国良市长伊嘛想讲啊好，因为安尼好甲做伙，吼啊，这个会当补助，中央会当补助，即环保署会当补助，即换油车的钱，吼，一台会当补助到头1万。但是即马无，有共款，即马免换油车。你若是有油车，共款会换。较俗啦，吼。对，还是一样有1万块的补助。对，我想即个过程中间吼，当然，像恁讲啊，伊的政策有跳来跳去，啊，跳来跳去是原因，真正拢无人来请嘛。啊，无人来请就是准刷，这政策都啊，这个哦，就是讲，伊感觉讲这个好的物件，我就送你。我讲今仔是一个安尼啦，今仔一个足好的物件哦，好比讲我行到遮，今仔我一个领过，有人要滴无？我举手就会当滴啊。为什么？我先问个少年的，你认为这个GoGo是领过吗？我是感觉袂。啊，就是安尼，啊，无人请啊，啊，变做讲我领过愈做愈大，而且我。有一个角度啊，想要解说一下吼。因为当初谢国良市长伊选举的时阵吼，大家若是有印象，伊的看板，伊的选举看板顶头上拄开始是写GoGo了无毋对，但是到尾的时阵，网络顶头就足侪人咧甲伊口说，就是讲，那尾啊伊换新的看板的时阵，边仔就有一个小格子，就注记讲是同等级，所以。若是讲迄当阵是敢若有GoGo了即个品牌哦，还是讲限定一个即个品牌安尼？为什么后壁后来的迄个选举的看板，伊会写一个同等级的电动机车？
这是一个问题。啊，搁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头拄啊，敢若像议员讲的，就是讲因为会使互家人的亲人方便通勤啊，也是讲食头路也是讲出外拢较方便。但是像阮大家拢知影，就是讲家人大部分的人，若是要出外讨食，大部分拢是坐客运啊，也是讲家己塞车，基本上就喊你讲。徛奥多派讲来去实际啦，也是讲南港啦、台北来上班，迄其实我想讲，若是用电车来徛一个是电池的损耗率，迄是较一个麻烦，就是充电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讲，安尼徛其实讲会无较方便，因为会拄到一个塞车甲交通的问题。我要跳转来蔡老师继续啦，就是讲一个政策当然看袂使，我来修改，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的过程当中，譬如讲因少年人的意见，讲我就无爱这啊，而且议会也监督小咱也请这个中议员来讲议会咧监督的时阵，你就爱讲你本对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啥物？要环保啊，而且爱公平，公平就是爱倒台，无这油车搁伫遐但是。你著失了公益，损了蚂蚁啊！就是这修理机车的这个工会说出来抗议啊。老师，你认为这个政策咧实做的时阵，应该爱考虑啥物？若是搁有一摆食市场搁有一摆机会的时阵，你爱有啥物好建议？其实就是安尼啦，伊一头去伊做市长了，伊要争取中央的补助啦。但是中央一直讲，哪会使？独对恁家人市较有利，最简单的道理嘛。因为你这个预算啊，无法度编足的话，你要叫中央甲你补助，我其他的县市的少年的是较细汉嘛。伊爱思考到这点。过来就是讲你要补助这个机车，其实重点是安尼啊，伊是毋是是尽量是家人上班的少年的，是讲你也设定讲伊是第一档、第二档，伊伫家人上班，伊需要骑着机车，这拢会当对这个开始啊。你袂使一声就来放到45岁，安尼会变做讲，你这个政策交你原本选举的承诺是无共款的啊。我的感觉是安尼，就讲你就是爱家己爱算盘特特的，有可能咱会当做啥物？这有环保的问题，伊就是旧的来换新的，咱互伊而且迄阵当时，因为我有考虑到要买Gogoro，我有油车啦，所以我去看迄公用甲三洋，伊嘛有电动车啦。当然介绍有可能，Gogoro介绍也是讲伊的品质有可能较好，但是你做市长袂当讲我要送Gogoro，是共迄个级的嘛，袂拢袂使啊。是安怎？因为就是讲，这到时你讲用政策互你选调啊，议会到时会通过嘛，议会到时通过嘛是爱招标啊，伊嘛是最后是用招标，所以即摆的方案内底Gogoro是其中一种俩。但是有人来讲，我就是要坚持要Gogoro。伊的意思讲，你送我车，我都无爱其他的啦，我要Gogoro，其他电动车我无爱。老师，安尼他昨下讲到这个家人东岸的这个商场甲这个Gogoro，但是敢若这两项也毋是犯了7宗罪，是安怎落甲罢免？你认为？我讲你听啦民事甲民事的纠纷警察袂使去介入。爱这东华的商场的问题，毋是强盗嘛，毋是强贼，伊迄是啥你毋知？伊算叫警察去甲毁损伊遐的物件啦。但是你无强制执行的命令呢？你用安尼用傲慢的方式去甲拆迄个物件，去甲点交，其实犯起的是即个部分啦。即摆伊咧讲迄到底所有权啊、起啥争建的部分，迄种民事的纠纷啊，交伊即件代志无关系啊。因即摆就是讲迄个法院已经判即个原本的迄个已经败诉，市政府已经胜诉，但是重点毋是即个，是你即个。你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就是讲，因为胜诉就是讲，即个停车场是我家人市政府的，是毋是？毋是，意思就是讲民事的部分迄是迄部分。即人徛的部分是讲，你是安怎无摕到法院的执行的命令的时阵，你就去甲强制点交来，是这嘛？对，是即个。有人讲你的行为啊就强盗安尼啊，其实迄袂入罪啊。但是你讲弄歹迄个物件，弄歹迄个锁，你无迄个强制执行的命令的时阵，这就是问题。老师，我要来请教，这两项就算讲你讲的拢100%事实。人工炒赔的代志啊，家人市议员，因拢做了解啊。迄人工炒赔国际是感觉讲迄有毒
但是伊就甲大主大意啊，迄个自然的草皮伊无爱啦，自然草伊无爱，天然的上好伊无爱啊，伊就迄个跳啊来创迄啦。所以其实毋是干那一件两件，伊有一连串吼，啊，佮包括讲因这罢免团体伫遐咧迄落，听讲佮有警察去甲伊关心啦。这嘿，我意思就是讲吼，人伫遐咧行火，啊，你伫遐咧弄茶啊。吼，啊，佮甲倒油落啊，啥物意思？本来无遐大嘛，结果伊直甲用到因感觉讲过，啊，咱有理由就讲者，啊，希望叫议员来回应。好，我先甲主持人吼，就是头拄仔主持人有足侪个疑问，就是讲，若是照着这2条的理由来看吼，大家可能会想到讲，对，就是变做讲，敢若是受要求、受严格起来吼。安尼我遮有一个手板吼，大家会使来看一下吼，像。第3点、第4点、甲第7点，吼，因为这就是伊选前吼有甲咱承诺的物件，但是到即马其实拢无来，你甲读出来，迄是啥物物件？第一个就是讲，迄当阵 COVID-19 当咧发生的时阵，伊就讲，你若是有去染着这 COVID-19，吼，会使摕迄感染的迄证明，吼，啊来去领请这1万块的防疫慰问金，吼。啊，第4点就是当初伊即个天灾款，吼，伊的意思就是讲。敢若人的购物金的概念，吼，就是讲分1万块，吼，啊，你会使用这物件来去买物件，或是讲来旅游啦，来佚佗拢会使用。但是尾啊嘛是拢无消无息，吼，啊，人来去问，伊就讲啊，我好像也没什么印象，吼。重点是像足侪家人市民来签联署的时阵，吼，阮就提醒讲，你敢知影讲较早家人市政府，吼，伊的一个证件有包括这个天灾款，伊就讲。我已经完全无印象啊，就表示讲无人提醒，啊，市政府嘛无针对这个政策来做一个解说，吼。啊，第7点就是城际转运站的延宕开幕，吼，就像头拄仔我讲的，就是因为阮足侪家人伊要出外来食头路的时阵，其实大众的运输，吼，对家人的帮助是上大的，但是问题是变做讲。当初大家吼心心念念这个城际转运站会使来投入使用，煞变做讲。伊大家伫咧遐直直问，啊，拢无来去针对伊做一个改变，还是讲来启用，变做讲可能是开始罢免了，伊有迄个压力了，伊才来煞来决定讲7月1号要来使用。对。所以对你来讲是一连串。对。啊，到甲恁受不了。对。哦，啊，再来徛出来。来，我互连议员先来回应一下。我想，我们讲到这个东岸停车场的部分，我先安尼讲讲来吼。当初这个伫个契约内底，实在是我们可以，咱会当去看这个net 甲这个大日拍的约。大日是负责下骹停车场的部分 ，net 是负责2、3楼这个商场的部分啦吼。啊，即马第12月30日要交接的时。为什么市政府会去叫人去破门？我甲大家报告，市政府绝对无去net伊个店面内底，甲伊开门，还是内底动甲一个就动到一点点东西吼，无甲叮当着。所有迄天甲拍门拍开，都是公共设施会遮个锁，伊甲拍开。为什么拍开？伊爱甲新的即个来承包的这个厂商来做高价，内底拍开上面电梯里面的这些的电机的部分、消防的部分、这些公共的部分，还有里面所有的一些的管理的东西哦。这我想，你今仔若无交接，要安怎无交接好势？大日无甲大日交接好势，要安怎交互下骹这个新的这个来接。咱先停个讲下议员，他蔡老师啊，讲我修缮几号议员来当来补充，就是讲，这个是属于民事的纠纷。那么民事的纠纷应该要法院的裁判，法院的这个执行令，啊无呢，无这执行令呢，啊这个敢有道理？应该安尼讲吼，今天他是交接公共的部门，公共设施，你这公共设施无交接，规个厂商、规个地下室不是都停摆了吗？无啊，甲告好啊，法院来好好做一个执行令。我讲白哦，其实哦，贾市长所因在列的这个罪吼，
安怎做安怎吼，其实拢因为这条开始的，吼啊，大家会犯着甲徛空这条，就是讲你哪会法院的这个执行令，你都歪去讨，你去讨一个就好啊。啊，哪会无爱安尼创？恁做议员的，恁好朋友应该甲讲啊。来，互你小想一下，来几号位啊？其实吼，因为迄个谢国良市长去弄这个东华商场是2月初的透早嘛，12点一点的左右。啊，那咱就当当的迄个时阵，若准迄暗谢市长无去弄，过当工会安怎？过当工就是内特会继续开张嘛，商场会继续做生意，照做生意嘛，一切拢会照常嘛。啊，所以是安那赶甲即落款，赶甲一定爱迄暗就爱去弄，迄暗就爱去用这机械啦，要开锁啦，迄个原因到底是啥？因为咱所看到的，这是一个民事的纠纷。既然是民事的纠纷，这都毋是武场，这是文场。文场的意思就是。你无得请律师，无就是检察官，无得法官，无得就是一切拢照法律来就对啊。咱会当想啦，这就亲像厝头家甲厝骹共款，厝头家甲厝骹就准讲厝骹去做说这间厝，这间厝即马是厝骹咧大，啊，但这间厝所有权是伫这个厝头家顶头，无毋对。但是这中间只要是合约的，这个中间厝头家敢有权利，通好去弄这个厝骹的门。通去摕这厝骹的物啊，当然是无啊。就莫讲，若搁去破坏伊的物啊，搁去将伊的物件强迫摕走，这当然就是强盗罪嘛。啊，所以即马是安怎？这个东华商场的这个案，会为他治案变作是这叫做真治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案件伊犯罪的行为真明确。这犯罪的嫌疑人还是行为人嘛真明确，所以讲，这个检察署、地检署就无为时间有限，我必须要甲你问一项代志。是。但即安尼啊，无其他的物件，你感觉有罪到讲，你赞成这个法院？哦，谢市长的这个作为吼，老实讲，我的立场吼，我认为应该是家己落台较紧。吼，罢免是啥？所以恁昨下开记者会。对，罢免是啥？就是讲，伊叫伊落台，伊不爱，啊，所以公平就讲，你既然你不爱家己落台，无阮家己救落来，迄是公民运动的立场嘛。啊，但是在我的立场来看，我认为啦，为家人长久的发展来讲，这个市长，你若是有好的规划，你就袂讲，干那送一个电动机车，即马有3个版本。啊，伊讲。这叫做滚动式检讨，在我来看，这不是滚动式检讨，在我来看，就是因为你欠缺规划。你伫咧讲这话的时阵，你根本就心内无一个计划，讲我要安怎创，我要安怎做。对选举的时阵来讲，这真有利啊！我就讲啊，你若讲你投票给我送这物仔给你，啊，就票就来啊。对伊来讲，上简单、上紧，这就是以选举的这策略来讲是足好的。但是你以一个市长的角度来看，你哪会去做这个代志？最3个版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啥？伊讲这叫做滚动式检讨。滚动式检讨什么意思？滚动式检讨是像疫情咧开始的时阵，病毒当咧世界咧传的时阵，你讲你唔知影当时这个煞，但是你已经知影你的结果是啥？你的结果就是大家健康，大家爱医疗体系袂使破去。这是你已经先设定的话吧？你知影讲，我结果爱安尼，所以讲中间我手段要安怎改拢无要紧，只要我会当互大家健康就好。这是滚动式检讨是这个意思呢。啊，谢市长基本上这个滚动式检讨上，伊的意思就是讲，我为着要互我这个电动车无论安怎，我换啥物牌嘛好，我用啥物补助也好，我只要送出去，我对我选民有交代，我政治上我有民主，安尼就好啊。你所考量的是你家己的民主，你所考量的并唔是咱市政、咱的财政的这个负担，完全拢唔是想到这个。你刚才想到，啥滚动式检讨？滚动式检讨就是因为完全无去想结果是啥，乌白乱来啊！议员，我必须要赶快时间互林议员。来，你请讲。我想
开始按这个罢免案吼，我想也可以会当讲，这嘛是滚动式的。什么？为什么安尼讲？自一开始的是最开始罢免，是因为这个东岸停车场内头的问题。啊，内头的问题，市政府有出来说明，讲我今仔并无去甲内头伊的私人的物件当做任何的东西哦。啊，今仔这个嘛是，甲这个市政府拍这个客用，迄是大日的问题呢。那后来又衍生到内特的问题，其实这个东岸停车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的弊案，从 OT 改成 BOT， 然后一直衍生，让内特可以去盖3楼、4楼，它的伊的面积、营业的面积已经一个加2000平去，啊2000平去，伊这2000平，敢有回馈到来互市政府？照你讲，伊第一开始。地下室纳钱，哦，5000几万，迄是一年，应该是你若讲顶头的面积，还未讲起2楼、3楼、4楼的时候，已经照迄算法，1、2楼都要7000几万，互市政府。但是前市长无够呀，伊就讲5000几万就好啊，就好啊，嘿，都1、2楼的部分嘛无够高。但是即马，这是伫咧拍官司内底，是详细有迄个案底的。那即马。以往我有一个好奇呢，即马美方伊一期互咱几个亿？我想这个问题，嘛唔是安尼吧？应该唔是安尼，唔是安尼。那是照较早那是新闻咧报，就是大家咧算出来，可能即马美方会互阮的较少，确实会较少。我了解，无紧，因为这个数字吼，因为我无详细记起来吼。我继续再讲下去，我继续讲下去。从这一个内特案开始，一直延伸滚动落去吼。恁头先是讲这个市政府的强制，就是恁拄仔讲的民事的方式，这都是民事的部分，你讲强迫。但是市政府来解释讲，我来交接的物件，这是公共的物件，我跟大日的关系，这跟你 net， 我没有动你 net 的任何东西。net 本来大日本来就要，但议员伊若要动大日的物件，伊嘛是要发伊的执行令啊。无啊，今仔唔是动大日的物件哦，恁即马大家跟你讲，公共区域伊嘛是爱，应该要执行。我现在请教蔡老师哈。好，因为这个有甲这个市政府拍是大日跟市政府拍，并唔是甲恁 net 拍。我今仔去动大日的公共物件，敢有唔对吗？对不对？好。这个衍生下去，后来就没有说强盗的行为，就又滚到什么，又是机车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是觉得，其实咱这物件我甲大家报告，当初李佑昌市长已经甲大日都有足侪问题已经产生啊。那我的本身认为是，今天有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要变成说。李永昌市长、前市长要来做一个遮羞布，为什么？不是干那大日尔哦，伊所谓大概了解，拄仔有讲到，城际转运站为什么袂当开？为什么袂当？李永昌市长通告做的，都是伊用这个规划设计，结果所有的案子，我即马伫遮会当甲大家讲，东岸停车场嘛是规划唔对，再过来文化中心，过来基隆这个城际转运站。还有我们的这个田径场，还有我们的这个宠物银行这个改建工程，个民传国中、鸡人塔，这些物件，这些市民唔知，知影唔知，到后来，我小人来问伊，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到现在目前为止，有的还不能用，就算城际转运站，为什么到现在才在做？伊当初的规划设计拢唔对，然后厂商就讲，我叫你的图我来做，你起码唔花钱，还要跟市政府打官司，叫小国良都要去负这责任呢。啊，你做错的东西，后来我想到了法院有还谁对谁错。我想今天物件，包括东岸的物件嘛是同款。现在法院已经也还了这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一个公道。他治案跟真治案本来就是会连在一起的，连做会啦。先他啊，你若检察官若搁调查，感觉搁有问题，真治案再下去，即摆大概对方无问题，他自有千结啊。无，我想足济案拢是安尼啦。
因为时间真短，咱即马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操作。哦，为什么安尼？林佑昌即马嘛是带这少年兵一直咧弄啊，弄安怎？弄这人因志刚有话通讲，咱唔通讲。但是林佑昌是不是站在第一线来带大家做这件事？很明显的嘛，伊都是要来带这，我觉得是他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事，然后要把这个赶快把谢国良拔掉，然后再想，我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的市民报告，你拔掉谢国良，也下一个来也不一定会更好了。好，那但是我觉得罢免案这种东西，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值得去罢免一个市长吗？我不是讲昆顶，对，我知道，有需要这样子吗？我来请教一下，来赵老师，我讲吼，伫行政法有做商界理论呐，就是招标的时阵是公法，但是若履行这契约的时阵就是私法。唔是讲你有一座是市政府，你就讲哦，这是市政府的地，这市政府的迄权利，所以我就会当去强制甲点交，袂当安尼啦。因为这就是伫法律上，就是爱透过民事的这个，无你的闭塞一定有话尾啦。啊，你即摆你讲争市长的代志，好啊，请你去告监察院啊，甲弹劾啊，迄拢无要紧啊。是讲这弊案你嘛甲查，我嘛感觉这样呢。但是毕竟问题毋是伫遮，问题是你即摆是现任的市长，你无即个权利去甲点交啦。毋是讲你破坏内底的物件，你无迄个权利去甲点交，吼，迄个锁就是袂当破坏。而且伊伫即个威风广场的问题，照你讲爱做低标嘛。但是大家看起来算起来讲，哦，啊，你有对威风有较好哦，会比这最有利标啦。吼，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你唔免赶紧啦，司法确定了吼，恁就大声行入去，吼，免来用警察摕到迄条命令的时阵，恁拢绝对无话某的啦。其他家人市民今仔感觉安尼就是，这都拢咧司法咧当咧解决的时阵，你就冲入去啊。啊，而且我讲啦，政党伊本身就当设罢免的办事处，迄罢免法规定的啦。当然，伫第一阶段时，政党伊无介入，吼。啊，即摆因政党因感觉讲，伊都袂使，这是因的权利嘛。过去，无啦，咱家人民进党党部敢有决议？毋是，伊就是议员的办事处，互伊去嘛，互伊去用。议员你敢有？有的议员讲的较就是较公开，吼啊，但是主要就是讲，阮党的立场原来是共款，阮对政党无介入，吼无要介入。啊，但是议员若是个人讲，你要做一寡选民的服务，吼，要帮忙递件，这帮忙递件尔嘛，这就并这个运动真清楚，一开始就真清楚，就是这公民因家己发起的嘛。是，来，我互你去讲一下吼，就是讲，他突然讲，林佑昌。徛喺恁头前，你甲恁带头，敢有影？所以对头拄仔林议员讲的这个话题吼，我是一定要严正的抗议跟否定吼，因为为当初3月8号这个罢免活动开始的时阵吼，阮所有的志工拢一定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不分党派吼，阮就是针对这个事实吼来做所有的这个罢免的活动，所以当初。包括讲，嘛有足侪民众吼，因为当初当然嘛是各个政党的民众拢有来甲阮提起，就是讲啊，恁应该爱来去募款吼，恁应该来去找倒一个议员吼，倒一个党部，还是下人头人安尼来甲阮斗相共。但是当初阮就是决定，就是因为这是公民自觉吼，就是大家对着这个代志有家己的看法，啊，想要来讲针对家人市政府吼，食国牛市长这个代志吼，想要予伊一个警告，或者是认为他不适任。所以就是讲，会把我们跟民进党画上等号，我们是觉得不对。但是刚刚讲这类指控，我们应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你搁再澄清一摆，林佑昌党这个咱即马这个党，一个民进党的秘书长，伊有介入，伊有甲恁记接过吗？这是无嘛，对，这是确定无的。啊，那他多少？这个老师啊，讲，恁咧做宣传的时阵，有去有。警察去甲恁搬查啊，叫恁啊摕身份证来出来看。这是有发生过，就是阮有志工有甲阮回馈讲有拄着这款代志，啊，所以当初嘛有一款志工拄着这代志时阵，因拢足惊吓的，就是讲为什么我出来分联署书，也是讲叫请人来签名的时阵，啊，警察电脑就是来甲阮关心，就是讲，你们不能喷水，吼，像。
主持人知影讲，家人阮尾啊一个宣传手段就是喷迄水，哦，学迄高压枪安尼喷迄个壁。但是阮当初就是知影讲，因为是袂使用油插这款就是会毁损物品，吼，所以咱就是用枪水来去清。但是变做讲，阮开始做无偌久，警察就来啊。而且警察来的时阵，到尾啊，伊的态度吼，就是较硬，就是变做讲，我不管你们一定要报你们的身份证，哦，因为当初因为阮的这是新北市的警察还是嘉南市的警察？但是前几工啊，台北市的志工嘛有咧反映讲，嘛是有阮的志工伫咧转运站吼，因为转来嘉南的转运站的部分。嘉南市的警察会使安尼吗？两位议员，恁感觉？连议员，你感觉警察会当安尼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好，那我就觉得警察本来就不应该去干涉这些事情，因为他也没有到破坏什么东西。不去破坏啊！因为伊拄啊讲的用水去喷的，他是应该是用个板子嘛，好，用强力水柱去把原来的青苔喷掉，然后把该他们呈现的字呈现出来。好，那这个有没有到破坏公务，这个我就不知道啊。但是嘛，无这是当一个清理环境，好不？哦，这是要感谢伊。这个对不？这个各有各说。你们认为这样是清洁环境吗？我骂你的时候，我也用这样子来抽，你们能够接受吗？所以这个是当然个人有个人的方法啊。我真好讲清楚啊，你是咧洗地还是咧创啥？因为阮洗地，因为头拄连议长的时阵就是讲，因为阮的标语吼，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罢免国娘吼，啊家人爱强，所以阮顶头是完全无针对市长本人的那个我们讲说侮辱或者是谩骂哦，而且阮在洗的时阵，阮嘛是看到讲。有的地哈，或者说瓷砖台面这一些，我们清洗完哈，袂去造成讲毁损哈，还是讲涂骹啦、太露黑会去破坏掉。阮拢是有看过讲，确实会使用阮遮经迄个所在来处理。实讲哦，我讲哦，这阵少年兄哦，他们真咪咪唧唧吼咧创济啦吼。但是我要反过头来问蔡老师啊，是到底世界各国哦，我会记得哦，瓜主席足早进前就讲。伫民主国家即个罢免哦，足少的，真罕见，敢安尼？其实唔是啦，世界各国吼，包括美国嘛，足侪罢免的案例啊。伊就是讲吼，适当选你，我无法度，比如讲你做了好歹，我都无法度有啥物制度。但是即个罢免的意思就是讲，你爱谨慎，吼，唔通安尼千日破柴一日烧啦，吼。啥物意思就是讲，家人市过去，唔是讲真好个的原市嘛，但是你安尼第一站你就要甲开掉。哦，也是讲你这个政策，人民会感觉讲，你过去为着你选举选掉啊，吼啊，但是你后来创啊这个政策去有招精去了，家人市民一定会感觉讲，咱袂当安尼开哦，吼，这有点仔较拍开啊，台湾话讲的意思是安尼，较拍开啊，吼，啊，咱就是爱准则，吼，啊，半暝啊台底嘛是天光袂吧，就是讲吼，你就是袂使急啦，吼，为着讲，因为这罢免已经来啊嘛，但是伊即马给我开放咧。另外迄无领着机车的人民家人市民会感觉安怎？我这市长来安尼，吼，其实我讲吼，罢免的部分有一寡嘛是可能毋是支持民进党的啦。敢是安尼？其实是为阮伫咧连署站内底看到的民众吼，其实真正是每一个支持者拢有来，甚至嘛有人直接入来，就是讲我就是民进党的，还是讲我就是国民党拢有。啊，但是因为阮想要知影，就是讲，阮今仔日办这个罢免活动，到底有法度讲来争取到市民的支持，所以阮就会问市民吼，其他的朋友讲，你为什么今仔日来签这连署书？吼，是为着什么目的？对，因为阮想要知影讲，阮今仔日是干那讲，我们一小部分人是感觉讲市长无好，还是讲我们有争取到大家的同感？就是讲，大家拢感觉着讲，对伊做遮的代志是唔对的，是袂使讲伊硬要做要强硬安尼来。所以大部分的支持者来就是讲，对我嘛是感觉讲，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就袂使伫咧法院判决还未落来时阵，无迄个执行令的时阵，就来做这个破门检锁的动作。是，后手还佫剩9分钟吼，请3位吼，请连议员吼，连议员你睇下有要讲的话吼，互你做一摆讲煞。好。我想，一个我都有讲过吼，一个这个执政者啦吼，伊一个做市长，
伊有想要做的，有的市长想要做老伙仔，有的市长要做少年的。今仔日伊有迄个心，有迄个初衷，然后再配合世界，即马这清零排碳的部分，来处理。啊，当然在执行的中间检采有一寡想着无遐尼周到，啊，但是借着这滚动式的方式，会当互伊慢慢改善。我想这摆会放宽到45岁45岁这年岁来讲，一下这个量够足大的，所以他这样子是说，干脆有20天的时间让你们把6月的时候都结束掉，因为预算的关系。另外后届才是从按今年年底11月就开始申请。我有家人的朋友惊讲，哇，迄政策个滚动个改变，惊讲会清无啊，赶紧来。因为我甲大家报告，我有去了解，就是按20岁到45岁这中间有大概12万人啦。伊即摆来我要送有12万人，伊即摆来要送5万台，检测倒一寡人无摕到。当然，这个政策已经送去啊，是毋是？我收到转来。当然，伫恁来，咱认为讲这一个政策咱改来改去，我想哦，是这个物件毋是歹的物件。当然，伊无好的是互伊修正嘛。我觉得嘛无必要讲一定为着这我都一定要你罢免。弄甲大家其实真侪拄啊，这个这个伊嘛有讲伊嘛有讲，就是讲嘛有国民检测毋是民进党人入来，我听伫阮边仔听，足侪民进党人我当做就好，你那就安尼罢免，是我想这是对一个社会很大的一个损耗啦，也是一个另外罢免基本上第2届互你过啊，第3届袂，要投票呢，怪钱呢。我想这个都是对大家，唔是一个真正面的代志。检测我都有讲，这个罢免了后边起来无一定嘛会较好啊。你逐工都咧升价就好啊，对不对？4年咱若感觉无好，我后边卖道理就好啊，咱就安尼。是，来几号位啊？换一个市长敢会较好？无一定啦，咱看高雄的例就好。高雄将这个韩国瑜这个市长甲伊换掉，甲伊罢免掉了后，换来陈其迈市长。我看所有的差不多高雄市民拢会当同意，陈其迈真正真拍拼。高雄的市政嘛，做了，敢若应该算是袂歹啦。所以伊才有连任嘛。所以讲后一个敢会较好，无一定啦；敢会较歹嘛，无一定啦。但是即马感情咱所看到，确实有影。若是真正安尼，搁继续安尼罢免落，是毋是孝顺是啊？是毋是开大家真侪这个体力甲这个金钱是啊？所以我的立场就真简单嘛。市长你家己落台安尼上紧，你家己施调，大家拢免搁废去，安尼上简单、上紧、上安尼就毋免安尼啊。过来，老实讲，咱做一个市长，咱做一个县长，还是做一个行政的首长，咱当然知影手头的资源是不哩啊济，所以讲你要安怎用，才是真正以公共的这个角度来出发。老实讲，这个公共的交通来讲，咱基隆市需要的是啥？需要的是公共的道路，需要的是高速公路，需要的是客运的车，会当准时，会当卖拖班，像这个火车嘛同款，也是捷运，爱好法来去起，这才是真正做一个公共的这个首长。你要爱做，你的心力应该拢来放伫遮的顶头。你将遮侪的钱、遮侪的资源摕来去送私人的这个电动机车，咱市民看到讲，看破你的骹手，知影讲你这个就是咧买政策的买票，所以伊甲你看破骹手，这倒是讲，这真正是一个真公平的代志，毋是讲人调工要甲你安怎，你从开始这政策都是一个不好的政策啊嘛。小妹，最简单的就是讲吼，你已经开放讲45到25啊，你袂使搁纠长去啊。纠长的遐有人讲，我嘛是符合这个条件，我看有食无呢，袂当安尼哦。所以这12万人，你着继续甲编落，是安怎呢？无你家人饲海无领着讲，吼，我现在我无，我较细汉。因2个议员嘛吊顶。重点来，搁有45岁到65岁，才有法度骑机车这个中驾，现在我无。现在讲你限制伫45，你甲我讲一个道理嘛？
哦，45是啥物道理？啊，50的伊就袂使啊嘛。所以我讲吼，你爱全盘来思考，你袂使讲吼，读一个就要出来，好安尼啊，因为即马罢免吼，我即马紧用，啊后来佮收倒来。我讲，迄反弹有够大的啦！你毋是讲你有法度，你个大天坎讲你要补助啊嘛，结果你12万，你分几1-2万，啊后手遐要安怎？所以我讲吼，毋通去处理安尼啦，吼，家己爱较准则的吼，你较谦卑的，啊听无共款的意见，大家来讨论啦。莫一个逃税落去啊，这因就开始要开动啊。大办呐，这台湾话讲无钱佮加大办，就是安尼啦。你就无法一钱嘛，但是你哦，一直杀，嘿，安尼是唔好。